新買返嚟嘅女裝鞋，刮腳、夾腳又唔好着，着咗上腳又唔企得耐，行街食飯都事少，最怕係返工或者重要場合入邊，就係因為嗰少少影響到個表現。唔緊要，我 Emily 可以幫到你。大家好，我係 Pose 嘅創辦人 Emily。喺過去嘅10年間，我已經成功幫助超過10萬人次嘅女士解決佢哋女裝鞋刮腳又唔好着嘅問題。好多朋友仔平時行街可能買咗好多好靚嘅女裝鞋，諗住可以俾人一個好印象，但係真係着多幾次之後，先至發現對鞋又刮腳又唔好着，影響心情之餘，仲要影響埋個表現，最後唯有放喺鞋櫃最入邊。我以前都有咁嘅煩惱，但係我深信靚同埋舒適係可以並存嘅，所以我成立咗呢個品牌 Pose。我哋公司嘅女裝鞋採用特級柔軟嘅真皮，款式多，性價比高，而且有防刮腳嘅軟墊設計，絕對唔會着得唔舒服或者刮損你雙腳。我深信數百個鞋款入邊，一定會有一款啱你心水，助你喺重要場合爭取表現。而家我哋公司做緊推廣優惠，即時聯絡我哋就可以取得呢個優惠價，買到指定嘅鞋款。如果你都想擁有一對着得舒適唔刮腳嘅女裝鞋，即時 WhatsApp 67194178預約我哋1對1嘅女裝鞋選購服務。我有信心你試完我哋嘅女裝鞋之後，就會覺得好舒服。快啲過嚟試下啦！